我必须郑重的说，我没有陷阱，我也没有恶意。但是也不要以讹传讹。没有。好啊，我的问题是，有人说，很多人说，如果有院长没有选上院长，他辞得了的话，那王义川可以当这个不分区委员。OK， 这个跟事实之间有差距。知道那个我没有，不是我这个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民间有人这样讲，所以那个是错误的。OK， 所以你以讹传讹。没有，我还没有讲完。你以讹传讹，你不要生气呀。我没有以讹传讹，院长，你不要那么情绪化。我们两个人这样吵起来，那个下面我们就让吵给他全国听众朋友们。好，那你那么生气干嘛？不是，我没有生气。你根本就意思就是我给你陷阱，我哪里有给你陷阱？我问你不当问题，你那么生气干嘛？所以你恼羞成怒。我只是希望你不要以我没有以讹传讹。各位，我讲的是说有人问，那如果他问的是错的，那我们再来讨论吧。那个是以讹传讹。那个什么叫以讹传讹？因为你走了，王正旭进去了，别人走了，就王义川就可以进去啊。因为你明知道那个不是这样啊。不，院长。以你那今天这一段讨论被认为你恼羞成怒，你面对这个问题你不愿意答复。好，我就跟你讲，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没有选上院长，你还是要赖在立法院里，你不愿意让王义川年轻人当选。我跟你讲，请问你如果没有选上，你要不要让王正旭去当不分区委？什么叫预设？哪件事情没有预设？选举没有预设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何必到我们节目里面来跟那个主持人吵架？我哪里有以讹传讹？各位观众，我有以讹传讹吗？以讹传讹？我有以讹传讹吗？以讹传讹？我没有以讹传讹。以讹传讹？我没有。我的意思是，有没有人讲说希望院长离开，王义川进来？王义川不能进来，是王正旭进来。好，我尊重你的意见，但是不要以讹传讹。那这个问题有没有存在？如果你没有选上院长，你是杨春立委，你要不要辞职让年轻人进来？这个问题存不存在？不要以讹传讹，那个